什么都可以减1，什么都可以加1。不是，这俩能力有什么用啊？选加1吧。真的什么都可以加吗？给我的寿命加1。哇塞，真的可以啊！再加。增加失败。看来这能力一天只能加1次。我的余额大概是5000，也就是0.00005个亿。如果在这上面加个1，会发生什么？我去，财富自由了！什么都可以加1，长生不老药加1。我去，真的可以啊！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看来只要我想要的都能加1。时光机加1，永动机加1，人类文明等级加1。